Roblox 外掛俗稱 Hack Cheat Exploit 唔係傳統意義嘅黑進 Roblox 伺服器，因為 Roblox 嘅核心遊戲邏輯、物理、金錢、數據倉等，幾乎都係跑喺官方伺服器端，客戶端玩家電腦只負責顯示畫面同埋發送操作指令。大家好，我係代號之神，今日我要講好多人問嘅問題 ：Roblox 外掛到底係點樣 hack 遊戲嘅呢？好多人都以為外掛係黑進 Roblox 官方伺服器，其實完全唔係。今日我要將2025年最新嘅技術原理全部講出嚟，讓你一眼就睇得明點解外掛咁強，又點解越嚟越難用。喺我一開始講嘅時候，你應該已經明白，你電腦上嘅 Roblox 淨係一個顯示器加遙控器，所以外掛真正 hack 嘅係你自己嘅客戶端，然後假裝你係本人發指令去騙伺服器。第一招 DLL 注入電腦專用 Roblox 客戶端允許執行 LUA 程式碼，外掛作者寫咗一個 DLL 檔案，用呢啲工具強行塞進 Roblox 程式碼裏，呢個就係叫做取得 LUA 執行限權，拎到之後就可以好似神一樣想飛就飛，想透視就透視。第二招改包，手機比較常見，用觸包工具將你跟伺服器嘅封包全部截爛落嚟，改完之後再發翻去。比如原本你跟伺服器講我要跳一下，外掛直接改成我要瞬間到地圖嘅另一邊。如果遊戲冇檢查，就會真係成功咗。常見嘅功能直接列俾你睇。Roblox 外掛本質就係客戶端作弊加利用遊戲開發者嘅漏洞，真正嘅頂級外掛永遠都只有少數人用到，而且99.9% 嘅免費外掛唔係病毒就係分分鐘俾人封號，想好勁便等呢弱智。